来关心第26号风台凤凰，即嘛是继续往台湾挖紧，也毋过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咯。气象署表示讲，今仔日是风台外围环流甲东北季风强迫效应上明显的一天。宜兰的山区，阁有湘北市甲花莲台东地区，都要注意有可能会落大水雨。大雨就会刷，暗过山坪天遐厝已用一半陷伫半空中，随时拢可能落落，为免互人心惊惊。当然嘛，担心啊，早起6、7点就来啊。迄种沙包，我做年小海山路啦，我读过啊。以前大地工程也不来，清2、3次了。风风风台豆豆接近台湾，外围环流带来强风大水雨。北投立龙公园边11透早阁发生路树倒去意外，好在在无人员受伤。新北市万里区或是抢进水口周边道路也出现土石崩落去，阻碍交通。好在在8点外已经成功排除。气象署表示，11是风台环流甲东北季风强半效应上明显的一日，将对宜兰山区发布超大水雨警戒，湘北甲花东山区顶地也会设置大水雨。在宜兰县已经有来到超过300毫米，其实过去24小时宜兰的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500毫米，所以在警戒的范围里面呢，其实宜兰县是降雨警戒的情形，有超大豪雨发生的状况。气象署表示，第26号风台凤凰目前伫高兰比西平，继续向台湾行，强度已经减弱做轻度风台。陆上警戒区域除了恒春半岛、高雄、屏东，也扩大到台南甲台东。有过拜三上接近台湾，拜三下晡到尾暗有机会伫南部登陆。各伫拜四透早到东部海边，暗过强度登陆位置也是有寡无确定。提醒中南部爱加注意风台动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